近日一單新聞，標題係劇毒金腳帶魂斷荃灣，警說高筒鎮壓，微量毒液足致命。咁內容呢，大致上就係話有條好毒嘅金腳帶走入市區，警察就先用雪糕筒將佢制服，然後呢個蛇王就好似英雄咁出現，將佢就地正法。但其實金腳帶係咪好似篇報道講到咁樣咁毒咁危險，要見一條殺一條呢？金腳帶係一種喺亞洲國家廣泛分布嘅蛇種，佢比較中意喺低洼濕地度出沒。喺中國，佢就因為數量下降而被列為瀕危物種；而喺香港，佢都亦唔常見。屬於眼鏡蛇科嘅佢，以蛇類為主食，係食物鏈中嘅高級消費者。佢亦都係香港8種可致命毒蛇嘅其中一種。雖然話佢係致命毒蛇，但佢其實好純，好怕醜。如非必要，佢都唔會主動去攻擊人類。其實當你見到佢嗰陣，佢好可能仲驚過你。好多時佢都會選擇避開，想望到佢一眼都唔係咁易㗎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如果你喺野外見到一條野生嘅金腳帶，有冇需要咁驚呢？就正如之前所講咁，金腳帶本身已經唔係一種常見嘅物種，加上佢本身性格比較溫順怕醜，見到人就走，所以其實要見到佢都需要一定嘅運氣㗎。如果你真係有幸見到佢嘅，咁不妨保持翻少少距離，喺雙方都舒服嘅環境下，細心咁欣賞下佢美態啦。如果你有任何嘅意見或者經驗想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 comment。我哋係 RHK。